大家好，我是上较要求可爱、高水、美丽的杨秀慧。你今麦所收看节目是《报道歌丁》。到即马已经真罕咧看会到的棉被店，半世纪当咧做被的老师傅甲咱讲，伊到即马做上济，有原是替新人准备结婚的棉照被。大多数拢婚人的销上大，咱这边婚人的较稀奇，佫较袂垃圾去。棉照被是新娘一定爱甲的嫁妆，为着有一个好格调，棉照被的数量、寸尺、样式拢有伊的讲究。头八阮咧上侪人买啊，你若要结婚的来讲，拢会买双数的，较无咧买单数的啊。这棉花销上大，这张被是就是做八军的，双数较有吉利啦。因为这被单倒边安尼才变会过啊，变过就变正顶啊。粉红色的棉照被，金色的寸金，喜气的色水，就亲像是新人的心情。甲共一领被，为即马开始，拢是一家人。这就是人旧的遐来要定整理个，像这甲拆开、拆掉，拆掉是到摕家具我定胖，定胖个再搁定做、定铺个。结婚的棉照被，花期啊也会当摕回来补，就亲像红某老啊嘛无气嫌。一领被，两个人做伙一世人。上远还有人伫美国遐来到遮，叫我整理好再搁遐转到美国，因为结婚的伊就唔甘单调啊。让我们一同欢迎新郎新娘步上通往未来的幸福之旅。台湾人的结婚礼数多，搁趣味。结婚了后，搁有啥物代志需要注意？今仔日继续讲互你听。嫁娶吼，有影是人生大事啦。啊，有影咧，咱台湾吼有一句俗语伫咧讲吼。头长白西西，马尾长外家。啊，意思是讲啥？是讲吼啊，唔管吼，这个查某囡仔吼嫁出门啊，吼去做人的新妇吼，到伊的老啊了后，伊的头鬃拢白西西啊。但是吼，这个伊的后头厝吼，永远是伊的靠山。所以不管如何吼，伊就想讲啊，要转外家安尼吼，要转去伊的后头厝安尼。啊，当然啦，其实嫁娶迄个过程吼，当嫁出门的迄个查某囝吼，其实几落工以后吼，都要转去伊的外家、伊的后头厝啊，啊要归零啊，要回门啊吼。伫咧古早的社会吼，即个女方因兜的人吼，就伫咧即工吼，咧请即寡亲朋好友啦吼，所以讲吼，这真侪礼俗吼，爱去知影。啊，当然啦，这个新妇娶入门了后吼，啊到底爱去注意啥物代志？啊，搁有吼，就是寡礼俗，到底爱怎去遵守？所以讲这个代志吼，咱即马现代人吼，知影的人讲真少啊。所以咱今日特别邀请到咱的永远的迄个少年的老朋友吼，这位简景云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阿安。为什么这嫁娶吼一定要嫁这个棉被啊？共领被就是共口罩的意思啊。你查某囡仔哪有可能凊彩甲人交共领被？这就是一定爱足亲密的人，所以才会交共领被嘛。啊，就表示婚姻幸福的意思。这较私密的代志，哦，啊，要做这个亲密的动作，一定就是。真介意的人啊，吼，就是你的翁婿是你的妻子啊，才会做这件代志嘛。啊，有影啦，有这个意义伫的。是，哦，咱家人娶入门啊，啊，新娘都变阮兜的人啊，吼，啊，入来了啊，吼，毋是讲人一个人甲娶来安尼就好啊，其实嘛是有真侪爱去注意到的，咩角角对啊。嘛是要入门进前吼，新娘嘛是爱结一下姿势。啊，是哦。吼，啊，你爱一寡仪式爱做，因为这个。爱看这个美胎吼，意思就是讲，我今仔日为查某囡仔当做大人，是吼，而且伊的身份有可能就是将来天地间上伟大的身份，母亲，吼，所以爱咱讲新娘神上大嘛，所以伊落车了后，新郎爱甲这个美胎两个同坐，对不对吼？啊，过来就是。这个爱望甘啊，吼，心甘情愿，欢喜甘愿对你来，甘蜜甜，甘蜜甜。啊，过来就是爱缘分，吼，人未到，缘先到，金银满天头，吼，这就是媒人婆爱开始念的，这四句人。啊，来到门前，咱是毋是你捌看过人爱下香炉？啊，有，吼，啊大遐。其实香炉吼，香炉就是爱下香炉的时阵，就是香炉香，新娘低音翁。
吼下过炉，新娘紧大刀，是差不多就是祈求一个未来吼，查某囡仔较紧生囝，你带入门就是要传宗接代嘛，吼较紧生囝，爱有这个仪式。打破遐较重要。打破遐意思就是冰蚕头的意思，吼，就是咱较早的人拢种蚕嘛，打破遐就是蚕黄满厝经的意思，打破遐有这个冰蚕头甲红色公贼吼来拍拼的意思，所以打破遐即摆人可能有各种解说，其实毋是，吼，这是一种真好的彩头，讲我新娘带来吼，有为这个家庭会当兴旺的意思，一寡解说拢走正去，吼，希望观众朋友会当重视家这个文化找倒转来，安尼，这个意义是无共款的。人讲吼，有通啊看吼，无样看样安尼，啊无样就家己想，这是袂当吼，咱内底俗是袂当安尼。其实吼，有一寡吼总是有真深的意义，啊有祝福的意思在内。对。就讲老师你讲到这个下这个行路啊，咱较常看到的其实结婚啦吼，啊，佫有一个人讲吼，可比讲若遇到啥物代志啊，伊咧转运啦，所以下迄个行路啊，行过。冇这个意思，冇这个意思。咱讲咱是较爱解下嘛，吼，解下行路嘛是有过火的意思啊。过火全世界过火国家，我知影敢若3个，是台湾、印度、甲斐济。有过火这个仪式，所以是真重要、真趣味的一件咱的传统。吼，咱相信火是真重要的资源嘛。你下过会当甲你所有无好的物件用掉嘛。即马咱甲带入门啊，都爱办酒道啊，爱食道啊，对无吼？这个菜顶馆吼，就是道顶馆哦。一般来讲啊，会去食啥物？一个族群的文化吼，你爱用伊的语言来思考，吼，所以咱较早即卖人讲爱拜苍，才聪明，吼，其实唔对，苍甲聪明迄是无共，迄是华语的思考嘛。古早人对苍啊吼真禁气，因为老苍甲老苍头。对。吼，老苍头唔是咱食的洋葱，吼，是老鸨的意思。所以苍字伫个台语内底，其实唔是真好的话，所以绝对无苍啊。过来就是鸭，因为鸭属阴，属阴。咱鸡生卵的时阵是伫个大树的所在，伫个日时生卵嘛。鸭尾啊吼，拢伫水边，有当时啊是暗时生卵，所以咱一般的人甲鸡卵当作用。鸭能算作阴，个台语个鸭落底，鸭上还人，吼，这个鸭其实唔是真好的话，所以鸭甲虫啊，这拢袂伫个咱的语言出来。咱先来讲咱桌顶食物件，其实咱准备食的吼，一般来讲袂伫个语言出现，咱会伫个新娘要洞房迄夜食。嘿。东方县，因为咱即摆语言大家较知影意思嘛，吼，咱的料理较澎湃。这个物件爱6个草，6个素的，12个月，12个月表示阴阳和谐，吼，所以爱有6个素的甲6个草的。咱要食的时阵，好命报，当时啊嫁新娘吼，伊的一个意思，咱点一个伊的胭脂，就可能真正食。但是讲一个四句咧，四句咧，拢有话，就是鸡嘛，吼，食鸡紧起鸡嘛，食鱼脆皮，紧做牛咧。食鱼尾车，紧做大鸡。食鱼头壳，生囝做中毒。中毒。所以安尼即尾鱼啊，就足完全的嘛，吼。比如讲，过来生囝嘛，鱿鱼是海味，生囝好油翅。这嘛是真好啊！你生囝有当时暗时妈妈教，足忝。吼，过来猪肚吼，猪肚就是新娘紧大肚。咱即摆有一出菜真有名，叫鸡仔猪肚皮。是。即摆做法是解说讲，这个肚是巴肚的意思。所以猪肚内底放鸡，甲皮。但是古早咧吼，真古早咧是。甲猪肚放伫鸡腹内。
那安尼，嘿，咱即马做法无共款，咱有古早的做法吼，无共款。啊，伊的鼻的肉放在猪肚内底，啊，猪肚啊放在鸡肉内。啊，这猪肚无论倒一种讲法，其实拢是为着这个文化思考嘛，我为着咱的这个好彩头。其实演变是无要紧啦，反正你解说会清楚就好啊。肉丸嘛是啊，吼，食肉圆、万事圆，吼，食鱼丸、生囝生孙中状元。所以其实每一个拢有伊的口菜伫内底。金马米糕嘿，哦，金马米糕更较重要。这好做红金米糕嘛，红金就一定是温人的，就叫红金。嘿，啊，若无两个公的，叫菜金。哦，是。吼，啊，你看吼，伊这两支骹，伊这两骹，你即马若甲洗倒头，两支骹是毋是有一种元旦的元？是。有一个字，迄个字，吼，有成迄个字，所以这就是这出菜，就是祝福新郎伊的做官的顺利，吼，中状元的意思。啊，搁来文人，文人就是表示祝福新娘较紧生囝。啊，米糕仪式无缺的意思，所以这出菜真重要，非常的重要。吼，你伫个喜宴内底，也是喜事内底，一定爱出这个红金米糕。吼，伫个咱台湾人的文化内底，这出菜是。啊，有食，吼，也有官通做，啊，有官通做，就是你的生活就是真稳定，有财宝嘛，所以你看你爱的拢伫这内底啊。啊，过来吼，嘿，啊，过来就是素的嘛，这素，这素的其实差不多就是食冬瓜，冬瓜，这冬瓜汤嘛，这做冬瓜，冬瓜茶的迄个泡嘛，对，冬瓜汤嘛，对吧？食冬瓜大发花，大发花，哦，有收到，有收到。食红枣年年好，哦，年年好，嘿，啊，过来食甜豆，红某食甲老，哦，老，嘿，啊这，吼，啊过来就是迎景嘛，吼，啊食福元嘛，生囝生孙中状元，迎景或者福元，所以食福元，生囝生孙中状元，吼，啊食，啊圆仔好像吼较少。有当时也用蚵仔，吼，像讲咱毋是教蚵仔粽，蚵仔粽咱这蚵仔就去做甜蚵，嘿，食甜蚵，新郎好头路，新娘紧大肚。哦，讲到你要拢讲讲生囝，讲生囝啊，就是做官有头路。是啊，啊，这就是咱讲过嘛，财主福禄寿嘛，咱所有的意思拢伫内底嘛。啊，这，啊，食奇粿嘛，嘿，奇粿就爱双平爱炖鸡血嘛。哦，啊，这你也毋着顾家己嘛顾外家啊，吼，食奇粿双平炖鸡血安尼。所以每一种拢有伊的意思。啊，有当时啊会放芹菜，芹菜甘鱿鱼嘛，哎对，吼啊鱿鱼咱讲的是海味嘛，吼好油吃。啊芹菜就是轻俭，吼新娘轻俭五拍算，大办好风采。所以这拢每一种拢有伊的意思伫内底，所以唔免一定爱这六项，只要你讲会出来，吼有这个四句，通啊好话讲好话，咱都会当好势。啊，这因为较疗效，其实较早是伫东房食的。哦，嘿，咱有一种叫看桌。看桌甲看碗，看碗较疗效，看桌是较大的仪式，这是爱拜祖先、拜神明的。吼，所以这个仪式就是看桌是人类学内底一个真重要的名词。吼，啊，这个爱办一桌，啊，专门互神明看。有人讲这叫做天主宴。我会记得较早那像新庄遐有一间庙办这个天主宴，啊，迄种伫个人类学就是看桌，啊，这较慎重，这就是。会当看，会当食，啊，真慎重来禀报神明祖先，讲阮家有这喜事，啊，请你庇佑众生安尼意思。所以这用意绝对毋是袂讲凊彩就做出来，一定有伫个生活的过程内底，伊有拄着啥物困难啊，有啥物需求，伊要甲谁讲，头天告地讲无人，所以我用我的心意表现伫准备这物件，来做咱的一个生活的一种梦想安尼。这就变做咱的文化。宝岛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听入心。无论订婚、结婚，每一项礼物拢有伊的意义。比如讲，发粿炖鸡血，这是金桔啊嘛，结条的意思，结条。啊，搁一项就是这个结饼，迎娶的时阵，
对桥送来，伊互新娘较紧生囝。啊，这个伴手甲单路啊，是有差别哦。我带伴手去，哦，我送你。是啊，单路是表示我真热情来欢迎你来。传好单路哦，啊，我收到你的伴手，是安尼吗？唔对，啊，我讲对。我收到你的单路，啊，我爱带伴手来送你。拜祖先，你若讲用三星就用三杯手，是三其实就是上基本的道数。上基本的就是讲爱酒过三巡，烧香这个过程。你要添三届酒。对，添酒要添3遍。哎，伫迄个尾流哈向内底。意思是讲你我祖先对外口呼声入来都随时碗底摕起来就在食。每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歌丁》。好啊，咱刚带你问啊吼，啊饭嘛拢食啦吼，这个要宴席都拢食了，拢食完满啊，啊都是真重要就是东房啊，啊但是东房迄暝吼爱。听讲吼，啊，佫有一个礼俗爱去遵守，迄就是叫做食新娘地了。迄是恁少年人爱闹洞房啊。有影吼。嘿，啊是其实是闹热，因为较早吼，咱社交无遐尼丰富嘛。看新娘真重要的一个闹热，吼，啊，就趁这个时间，你的好朋友、新郎的好朋友啊，吼，亲戚朋友会来闹洞房。啊，闹洞房嘛，毋是凊彩来闹啊。吼，你一定爱准备新郎甲新娘，就爱捧茶出来请这个闹洞房的这个朋友，吼啊敬茶嘛，啊敬茶就一定爱收红包，袂使讲白食嘛，吼啊所以你敬茶出来，啊食了过来收，有一点仔像咱订婚的时阵，迄种敬茶方式，要甲新娘贺礼，吼啊放一个红包，你嘛爱讲4句啊，吼，比如讲夫穷妇随。万年富贵，哦，这一定爱背几句啊，伫咧腹肚内底，再爱好话，吼，啊，然后就是主要是看新娘，啊，让新娘笑，互伊莫紧张，这嘛是一种体贴的做法啦，这有一种安慰新娘的做法啦。是，所以讲毋是干那去闹啦，是啊，其实吼嘛是有一个温暖的做法，温暖的做法。是啊，啊，我有听讲有一个叫做抱包这个礼俗。哦，你哪会知影这名词？有啊，我有听人咧讲啊，但是毋知影是啥，啊，无结过婚啊，毋知影。啊，但是你知影这个名词无简单。真侪人毋知影这意思，抱包其实是吼，第2天吼，结婚了第2天，这个媒人婆啊吼，爱甲新娘穿的衫裤包包的送转去外家，有2个意义，吼，一个意义是较表示女性啦，讲表示伊的贞洁，伊的清白，啊，第2个意思吼较重要，第2个意思就是讲新娘无穿伊外家的衫，吼，伊即身躯是为外家来嘛，吼，啊包包会转去，表示伊婚姻美满啦，吼，毋免阁穿外家的衫嘛，吼，这个意义较重要。我感觉是第2个讲法是真温暖啦，吼，表示爸母对查某囝这种真温暖的一种真含蓄的祝福安尼吼。我毋免讲，我讲我会目屎流啊，但是我照这个动作。吼，收这个抱包的这个衫裤倒转来，就是讲我的查某囝永远唔袂阁用到这个啊，婚姻幸福的意思。是，其实父母的迄爱心、甲祝福、甲关怀吼，这是永远袂变的。是啊，只不过是用无同款的方式去表达。一本假金铺啊，互你就好啊。有影吼，这较实际，这较实用。落塔呢，对。还有第3天啊，啊，应该爱回门啊，爱归零，爱等外家啊。过来第2天算讲互新娘安尼小安定一下，吼，互伊。熟悉这个环境者，第3天透早起床上吊的一个仪式，就是新娘的大家，爱带新娘来讲灶骹，爱煮蚵仔汤。哦，这蚵仔汤爱拜灶君，吼，拜灶神，表示我甲这个换这个家爱交互新娘，啊嘛是爱讲啊，爱拿起鼎，吼，新娘紧生囝，吼。拿喷壶，吼，饲猪较大牛，咱较早毋是爱饲猪，有爱喷桶，啊拿喷啊，甲拉起来，啊所以吼，这拢是有一寡这个好话吼，来表达讲我对这个环境的熟悉，吼，啊拜教君表示我正式甲这个放权互你，这个厨房无迄落，所以这就是正式讲咱做这个内家这个女主人开始的一天，啊，你正式这个身份了，你再以查某囝的身份转去外家，啊，转去外家嘛，毋是家己转去啊，你一定爱等这个兄弟来甲你带，爱等姑仔来带。是，
所以讲，我知有一个物件，这个名词段咧出现，单路就这意思。是吼，啊，这个盘手甲单路啊，是有差别吗？无共款。无共款。盘手是我送礼的人，叫盘手，我带盘手去。哦，我送你。啊，单路是表示我真热情来欢迎你来，吼，所以我伫路头伫等你。所以我收到的是单路，我收到的毋是盘手，我收到的是单路。啊，我送的是盘手，所以这两个名词其实是表达我送礼甲收礼的迄个人无共款。传好单路吼，啊，我收到你的盘手，是安尼吗？唔对，啊，我讲对，我收到你的单路，啊，我爱带盘手来送你。我来明，所以讲。这个意思就是后边咱会当安尼讲，就是我收到你的单路，啊，我早盘手去。嘿，对。安尼这当理解。啊，我要去拜访什么人，啊，买一罐盘手去。安尼吼，啊，我收到某人的单路安尼。啊，听讲有一个叫做牛仔咧探访安尼。哦，牛仔探访就是3工嘛，你3工头一届要回门吼，要等偌久，牛仔一定爱来。牛仔来的意思就是来看新娘有苦毒无？有影。吼，这就是真重要，因为母舅较大天嘛，吼，啊，这后摆伊就是母舅啊，所以新娘的兄弟吼，第3工一定爱来，爱带盘手来，吼，啊，搁爱带对带路家来。是带路家。带路家，吼，带路家较早吼，有的是结婚的时阵就线线嫁来，第3工嘛爱搁炸一队来，伊这队较早是用活的，加工甲鸡卵啊，加工啊甲鸡卵啊。结婚迄天吼，爱放在眠床骹，眠床骹，啊新娘甲新郎再用一个竹篙去甲拉出来，啊拉出来看先照出来是鸡角啊是鸡卵啊。哦，啊，就知影讲我头一天会是生查甫的时阵，啊去准备啊敬酒，因为较早的人爱食酒水嘛，毋是袂使啉清水嘛，啊，所以就爱开始准备。所以每一个动作拢是为着以后的人生富贵来准备，叫带路家。啊，第3工牛仔嘛会，啊，即马无人饲鸡嘛，所以就用即种遮水的种迄个礼品吼来代替。但是一定会带来吼，啊，可能搁炸一寡米芳啦，米芳较早是爱带一寡酒水来，吼，啊，即马无人用米糕啊，无人用啥，啊，就用米芳较干性啦，吼，甜露啦，啊，甜料啦，吼，还是米芳啦，吼，爱带盘手来，啊，带姊妹啊，转去安尼。这若是按照以早的咧吼，佮甲放伫眠床骹，啊，咱用迄个竹篙咧去甲拉，啊拉无咧，啊，毋知影讲鸡仔囝拉出来到底是公也母啊，毋知影。恁兜敢还有眠床骹？问题是你还有眠床骹无？对就无啦，因现在有医学有科技啊啦，其实迄是以早的人咧，有影古早咧。啊，嘛一种趣味啊。对啦。一种安尼嘿，翁仔某做仪式，做这个动作嘛，吼，做这个仪式，啊。两个较会熟悉嘛，古早是结婚前无熟悉啊，啊，同齐做一件代志吼，较紧熟悉，较紧烧落安尼。是3工就会当了解到讲，这个大家大官有甲苦毒哦，3工就会当知影。差不多知影，你新娘啦笑眯眯吼，就表示有受到疼痛啊。有当时啊，大家会苦毒新妇啊，比如讲，你第2工结婚第2工，毋着正常家庭食饭。啊，有当时啊，大家若苦毒新妇，吼，你第2工诶倒菜还阁真丰富嘛，吼，你有前1工婚礼的物件，有当时啊，还未开刀进前，伊就底一碗大面，还是底一碗炒米粉叫新娘食，啊好，伊讲啊来，我今日巴肚要紧食，啊新娘毋知影讲啊，查某囡仔毋捌世事，紧食食饱。到桌顶好了，好了，拢食无咯，全部。这嘛是大家苦毒新妇的一种做法啦。较早苦毒新妇啊嘛是安尼啊。啊，我过年下昏我苦毒你吼，啊，今晚大面互你食，今晚炒米粉互你食，啊，食好了食袂落啊。吼，所以看新娘的面色就知嘛。啊，久仔来，除了咱拄则讲的，啊，搁有一项爱炸，嘛是为着生囝。吼，咱拄则有讲迄个莲椒花嘛，吼，啊有诶会炸白花甲红花，即红花就莲椒花，啊白花有当时爱用海芙蓉，海芙蓉伊迄有顶头有白迄个幼毛啊，有苦毛啊，啊当做白花，啊白花就是生查甫嘛，红花就是生查某，啊嘛有人用，因为即个莲椒花有红花甲黄花，有当时爱用2种。
这花就是来，就是互你较紧生囝的意思，换花丛嘛，紧生。咱较早有迄翁姨，若是未生啊，爱去探花园，爱生，嘛是用这。咱迄翁姨啊，翁姨有两种嘛，一种关落音，一种探花园嘛。探花园嘛是会去甲你讲，你要生查甫就用红花去换白花嘛，要生查某就用白花去换红花嘛。所以这连椒花伫咱婚姻这个风俗内底真重要。所以袂使莫用大花，大花绝对袂生，因为大花袂结籽。这嘛是咱要当外家时阵，迄工久啊会早来。我囡仔嫁出门变人新妇啊等到迄个外家后头厝的时阵，有影是咱就一开始迄俗语咧讲头鬃咧白洗洗嘛是爱当外家。对啊。有影外家就永远是敢若像你的靠山。是咱这风俗，毋是为着劳力，毋是为着好耍，这是为着祈求咱的。后生查某囝会当幸福，一种父母的爱心嘛，所以咱为这去看讲文化一个产生其实是非常的趣味啦。所以你久仔来，咱即工内家嘛爱传甲足清楚来请这久仔，袂使甲怠慢啦。咱婚礼内底袂当出鸭嘛，对。伫迄遮一定有一道菜叫八宝鸭。奇怪，遐袂当食，为什么才会当？是啊，因为这就表示讲，我承认你是。这个靠山，新娘的靠山，所以用鸭，你有迄个气魄，所以咱款待古仔的时阵，八宝鸭会当出来。八宝鸭当然是一种做法啦，鸭肉会当出来，就是伫咧这个咱所有的喜事内底，伫咧古仔探房即工，这个鸭会当出来。真特别，所以咱看真渺小的一件代志，但是伊内底用意用心良苦，做爸母是。实在是用心，实在是爱感动啊。有影咧，我敢若结一摆婚啊后摆你就是袂紧张。这搁讲啦，时间到，姻缘到，你来讲。其实这是无法度按算的啦。但是咱了解这个礼俗我相信大家对这个礼俗的这个意义啦其实伊上重点的就是老师一直咧甲咱解说，就是讲这内底是对新人的祝福，搁有对未来的一款愿望，一款期待未来嘛愿望就讲大家日后若是有可能的迄个情形之下，你去准备这个礼俗的这个时间这个当下，你去想伊的意义就袂感觉讲这真麻烦呐。咱伫食的时阵，哪讲四句，哪讲祝福的话咱所有的心意拢表达伫个食，比你写啥都较重要，对不对？点点滴滴用心去讲，用心，这拢是这其实看得到的物件拢是有形的，但是迄心意是无形的。对啊。这心念真较大天的，对啊。较大天，有影了解这会当去了解到咱台湾的文化甲历史。希望讲大家唔通袂记得唔通嫌麻烦哦。该办的爱照礼数的尽量咱甲恢复起来，这是注重咱文化的一部分。嘛感谢着老师，遮尔精彩甲咱分享。